琴日國足0-2輸俾澳大利亞，意料中嘅事啦。日本仔提前進入世界盃，亦都係意料中嘅事。咁我哋講講琴日國足嘅表現啦，冇問題啦，0-2輸少當贏啦。因為澳大利亞同國足嘅水平實在差太遠啦。上半場澳大利亞2粒，下半場呢，澳大利亞已經收住踢噶啦，俾晒機會國足噶啦，都係把握唔到。講真啦，國足而家咁嘅水平呢，確確實實係咁上下噶啦。伊文高域叫佢落課冇用嘅，你換邊個嚟一樣都係咁嘅結果。現階段嘅國足呢，近幾年呢都係保持一個咁嘅水平，穩定發揮。講真咁嘅陣容啦，伊文高域點樣變陣，點樣去打防守進攻都好，一樣都係輸。就算俾你6月份贏到巴林、印尼打附加賽，對住其他洲嘅國家呢，一樣都係入唔到世界盃。國足冇令人失望，豪哥呢要鬧都鬧夠啦。舊年10月份喺日本主場見證咗7-0嘅歷史，所以我都已經係無語啦。希望中國足球呢就從根築起，俾多啲小朋友學習機會。我哋係唔缺人才嘅，我哋係缺乏一個揾人才、發掘人才去培養人才嘅機會。我相信我哋國家10幾億人口入邊，肯定揾到4-5個美斯啊、C 羅，只不過佢哋冇乜機會，冇乜機會去踢波啫。更多小孩子係去讀書，日日做功課，踢波時間都冇啊！呢樣嘢大家你知我知，心照啦。多啲俾小朋友做運動，多啲俾小朋友去踢波，唔好埋沒佢哋嘅天分。再反觀日本，日本仔全球唯一一個國家，除咗美加密之外，第一個入世界盃嘅。講真，我喺日本呢10年呢，其實都見證咗好多日本足球嘅發展。確實人哋係犀利嘅，全部手法基本上都係踢歐洲波嘅。點解人哋咁勁呢？因為講真嗱，後邊足球場嚟噶啦，每個學校基本上都有個足球場，標配嘅。上晝返學，下晝2點幾就落課，就喺度踢波噶啦。所以點解人哋足球咁勁呢？就因為人哋有足夠嘅時間去踢波，去接觸呢項運動。幾時候我哋先可以追趕住日本呢？同樣係亞洲嘅國家，同樣都係咁嘅身材、咁嘅皮膚，人哋係足球小將啊，基本上可以10年內可以實現世界盃冠軍。我哋依家連入唔入到世界盃都未知，所以點解人哋足球咁犀利係有原因嘅，唔係話你一朝一日就可以改變到。近幾年呢，國足就肯定好難改變噶啦。我希望呢，依家你哋有小朋友嘅家長呢，如果佢係中意足球嘅，嘗試俾佢踢下，O 唔 OK 啊？話唔埋佢係下一個美斯、下一個 C 羅呢？Nice。胡哥咧覺得今屆美加密世界盃咧，國足就入唔到啦。我唔知你哋點睇咧？對於國足以後一個發展，未來嘅國足會係點？大家評論區一齊討論下。咁先啦，拜拜。